是徛台湾看世界，来看美国的众议院，伫美东时间10月初3，以216票同意、210票反对，表决通过罢免这个议长麦卡锡。麦卡锡嘛将做美国的历史上第一位伫任期内防赶落台的议长。技术推卡落去通过决议，让美国众议院现任议长麦卡锡失望落台。I believe I can continue to fight, maybe in a different manner. I will not run for speaker again. I'll have the conference pick somebody else. 美国众议院伫美东时间3号以216票同意、210票反对，通过罢免议长麦卡锡。这件罢免案是由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极正派众议员介词提出，主要是因为众议院9月30为了避免联邦政府关门，麦卡锡和民主党达成协议，通过牵长拨款的法案。说不听正派团体提出减支出的条件，这项逼宫，民主党无听，加上8个共党议员走票进行，让麦卡锡将做美国建国以来头一个被罢免的众议院议长。而共和党籍议员对党内不团结，嘛感觉真烦恼。Definitely puts the majority in jeopardy when you see disunity. I think it's sending a terrible signal to the electorate in advance of the 24 election. 论证麦卡锡的议长制度深头就行到真袂顺。去年1月议长选举，共和党虽然以淡薄优势赢众议院，不过议长选举拢无人。结果今年1月7日，经过4天15轮投票，麦卡锡才坐起了众议院议长的位。为了这件代志，嘛方强表向党内极正派领导，包括修改规则，温存只有一个议员得当提出罢免，嘛伫咧众议院得到218票的规半数，得当轻松甲议长揪落台。麦卡锡方揪落台，伊讲袂个选议长，不过会继续顺家己信念，继续奋斗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